Hello，大家好啊，歡迎返嚟跑馬仔講時事啊！各位阿仙奴球迷啊，今次真係官宣啊！經過連日嚟激烈嘅談判啊，班奴古馬雷斯啊正式以7500萬英鎊加盟阿仙奴啊！最誇張嘅係阿仙奴今次展現咗極大嘅財力同埋誠意啊！一筆過俾晒全額係冇任何附加條款嘅。阿迪達一直係將佢視為今個夏天中場補強嘅首要目標啊。咁到底呢位巴西球員嘅空降配合埋原本陣中嘅球員會點樣為阿仙奴打造出全歐洲最恐怖嘅中場線呢？咁今集呢，就同大家做個深度拆解。咁首先我哋一定要講下陣容嘅深度啊。因為阿仙奴而家嘅中場嘅厚度真係癲到可以用怪物級嚟形容嘅。大家回想翻上季嘅尾段球隊中場係明顯出現咗疲態嘅。但係隨住古馬雷斯嘅加盟情況已經完全唔同啊。而家我哋有古馬雷斯啦、迪勤懷斯啦、奧迪哥特啦、蘇比文迪啦、艾斯啦，啲5位核心啦。但係大家仲要千萬唔好忘記我哋仲有美連奴，同埋可以喺左閘同埋中場之間無縫切換嘅新星史基利嘅。咁足足有7位完全唔同風格、功能互補嘅球員面對漫長嘅英超賽季同埋高強度嘅歐聯淘汰賽阿迪達係終於擁有咗最完美嘅輪換本錢唔使因為再驚傷停嘅問題而連累到戰績嘅。咁去到第2點啦，咁我哋可以睇下排陣啦。古馬雷斯嚟到之後阿迪達係可以有好多嘅靈活性嘅，例如4-3-3啦，面對大部分嘅英超球隊古馬雷斯係可以完美擔任呢個單防中嘅。佢可以喺後防線前邊負責呢個梳理嘅節奏啦、派波啦，而將迪勤懷斯推上前做8號位同奧迪哥特就形成極具創造力同埋破壞力嘅中場咁另外仲可以派出4-2-3-1咁但係如果面對曼城或者利物浦啲一類進攻火力極猛嘅球隊阿迪達係隨時可以變陣嘅。派出古馬雷斯啦，搭檔蘇比文迪或者迪勤懷斯組成呢個雙防中呢個配置可以大大增強中場嘅攔截力同埋硬度嘅，令阿仙奴嘅防線可以話係如虎添翼嘅。咁如果面對啲破密集擺大巴嘅球隊阿迪達係可以派出美連奴打左八嘅。美連奴有頂級嘅高空爭頂同埋對抗嘅能力嘅，配合埋古馬雷斯精準嘅過頂長傳可以喺禁區創造大量頭槌熱傳同埋後上嘅頭槌攻門機會嘅，令阿仙奴嘅進攻變得超級立體嘅。咁講下古馬雷斯自己嘅踢法啦，佢絕對唔係一個純粹只係識防守嘅工兵型球員阿仙奴前線係有薩卡仔同埋馬天尼尼呢啲極具破壞力同埋爆發力嘅邊鋒古馬雷斯一攞到波隨時可以喺中圈嘅附近送出一腳嘅致命直線或者精準嘅長傳轉邊有咗佢阿仙奴由守轉攻嘅推進速度將會大幅提升唔使再下下靠短傳慢慢滲透㗎。咁最後亦係古馬雷斯加盟對球隊最關鍵嘅幫助就係徹底解放迪勤懷斯嘅。一直以嚟迪勤懷斯喺阿仙奴又要兼顧防守攔截，又要負責持球推進負擔實在太重而家有咗古馬雷斯喺身後面做保護同埋掌握節奏迪勤懷斯係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全面係釋放佢最強嘅 boss to boss 嘅全能中場嘅威力㗎。佢可以係更加放膽咁殺入對手嘅禁區
佢有可能真係會幫助到佢增加後上入球嘅數字㗎。所以啲7500萬英鎊嘅投資啊，換嚟嘅係啟動阿仙奴完整戰術體系嘅最強引擎啊！總結嚟講古馬雷斯嘅加盟絕對係阿迪達爭奪聯賽冠軍同埋歐聯嘅重要拼圖啊！各位楚迷，你哋心目中最強嘅正選中場三人組會點樣排啊？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如果鍾意今集嘅分析，記得俾個 like、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次見，拜拜。